再来看新德县这几天这几档哦，真侪社区拢会推广生活艺术的计划，希望使增加对家己故乡的认同。人口流失真严重的关系，最近嘛找社区的时代做伙用竹仔甲粗灰啊，家己来起一座凉凉亭。 社区真侪妇女躯体涂骹，甲老师学特别，无人画忝，上课5个外话，总算甲社区内底大家定咧啉茶开讲的亭仔改造完成。它变成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凉亭。我想以后当初的是没有做得很好，那民众不大愿意进来，做到有一点规模又很漂亮的话，我想我们社区里面呢，常常都在有土地公都有拜拜，我们想来更有意愿。 会来大家坐着聊天。它这个竹编，包括这个洗闽食的这个部分，包括陶板，都是从无到有。重点是，以后长长久久的维护，都会落在我们社区居民的身上。我认为，这个落实公部门任何一个点，这是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。都是我们民众。 3天的整天蹲在地上去把它，在老师的教导之下呢，把它编出来的啊。那还有很多陶板，也都是学员的作品啊。那这个完成以后呢，可以说呢，它真的是我们关西镇最美的一个凉亭。文化局透过生活艺术计划，等于推展社区美学，这个是选择新德县第3线的重要入口，客人庄的浪漫大道，希望中华在地特色。 这几年来非常重视所谓的艺术下乡这样的一个概念。当然，艺术下乡首先必须要选择了一个点以后呢，必须透过居民的参与，那让居民能够有参与感，这样我们做出来的成品呢，才会让大家所接受。乡亲期望这座亭啊，未来可以当甲社区的导览甲做伙，展现关西镇早期历史甲在地文化的特色。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。